今日2025年5月17日星期六，今日天氣報告。香港今日天氣多雲，有幾陣雨，氣溫24至攝氏29度，相對濕度75%至95%，紫外線指數高，戶外活動要搽防曬。預計有15日雨天，總降雨量約300毫米，或有雷暴。提防惡劣天氣，建議帶備雨傘，着輕便夏裝同薄外套。今早經濟狀況：上海證券指數3367點，作跌13點；香港恒生指數23345點，作跌108點；美國道瓊斯42654點，作升331點；紐約黃金3198.53美元一安士；紐約原油61.83美元一桶；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4.442。財經頻道，睇下今個星期發生過咩事先。周五5月16日，內地股同港股縮量調整，微跌收市。市場角度睇，內地股同港股已收復到4月2日對等關稅前水平，反彈接近尾聲。市場延續近排嘅息然上漲，係對貿易戰緩和嘅反應，但關稅對經濟嘅影響仲未有定論，投資者揾緊平衡點。評估經濟損失，市場走勢多數靠情緒帶動，唔係數據或政策指引。美元指數徘徊4月低點，顯示外匯投資者對重返市場好謹慎。港元對日元現價係未有數據，美元對人民幣在岸價7.2103。本週特朗普訪沙特、卡塔爾同阿聯酋，三國承諾投數萬億美元，換取 AI 晶片供應，加速 AI 發展。分析話，美國靠軍事同金融影響力，今次特朗普推 AI 霸權，鬆綁監管，取消 AI 晶片出口限制。中東投2.2萬億建數據中心，買美國 AI 晶片，幫美國技術擴張全球。到2029年，最強數據中心可能喺中東，唔係美國。呢場技術轉移或催生 AI 超級大國，將海灣財富引入美國企業。中國頂流私募、高瓴、高毅、景林曝光美股成績單，一季度加碼中概股，反映對內地資產嘅樂觀態度。周五，中國金融監管總局話，2025年一季度商業銀行淨利潤6568億，資本利潤率8.82%，升0.72個百分點。國家統計局話，2024年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平均工資124110元，私營單位69476元，規模以上企業平均工資102452元。俄烏3年內首次直接會談，金價跌逾4%，每盎司3170美元，係6個月最大單週跌幅。周五內地股三大指數齊跌。上證指數跌0.4%，報3367點，滬深成交額1.09萬億，超3000股上升。市場焦點喺成交量波動，平均股價指數探底後震盪回升，若後續反彈唔放量，上升空間有限，要留意成交量。港股三大指數午後回暖，但收跌。恒生指數跌0.46%，報23345點。港股收復23000點後震盪，未有新方向。本週恒生指數全週升2.09%，連漲6週。自對等關稅後，港股穩步回升，已超2024年10月高點，但離2025年3月中高位仲有段距離。香港2025年一季度 GDP 增3.1%。上季增2.5%，實質 GDP 增1.9%，上季增0.9%。美股三大指數周五齊升，道指升0.78%，報42654點；納指升0.52%，標普500升0.7%。美國4月進口物價指數月率0.1%。高過預期負0.4%。5月密歇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跌至50.8，創歷史第二低，遠低於預期53.4。消費者預計未來一年物價升7.3%，係1981年來最高；未來5至10年升4.6%，係1991年來最高。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話，長期利率可能更高。
接近零利率嘅時代難回歸。亞特蘭大聯儲主席博斯蒂克預計美國經濟今年放緩，但唔會衰退。美聯儲2025年降息一次。摩根大通話，黃金自4月22日高位$3500跌近8%，同期 Bitcoin 升18%。資金流向顯示蹺蹺板效應，預計呢格局持續至年底，但加密貨幣嘅催化因素可能令 Bitcoin 下半年跑贏黃金。4月人民幣印鈔速度年化增8%，你有1萬元，每年少800元，點追回？搵我哋一齊傾。今日譯數5月17號，乙巳年4月20日9日沖龍，生肖牛、虎、兔、馬、羊、雞、豬。狀態好，鼠、龍、猴、狗。狀態 OK，蛇要小心謹慎。當天配色：黃色旺，白色順，綠色宜談判，黑色較差。厚德載物，祝你順風順水。今日講住咁多先，聽日再見。